新北市中和爆发着第一例本土性天狗热的病例，感染的民众住伫个秀经理，是一个40岁男性，这段时间无出国，所以真有可能是伫个徛家，或者是伫个活动的周围去互喂着。8月6号开始发病那经过3次的就医，被通报出来，在今日确诊。因为他是一个冷气装修的人员他主要工作装修的地方是在新北市市集区，另外他有去公司的仓库是台北市的文山区，他住的地方是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所以他有关确切的感染源目前还在做疫调当中。目前掌握到捌甲有接触的人有8个，其中一个伫个8月初5有来发烧，已经送检送验。卫生局嘛伫个发生病例附近来做预防性的喷药啊。